外國人咧，你除鞋嘅時候驚腳臭啊，或者佢即係唔係話呢個好諗好多係咪？師傅奶茶咁貴嘅，或者係出去食餐飯咁貴嘅，對，一直在換，然後我係想嘅，即係我係想攬下佢，可唔可以俾我攬下？佢可能會覺得我係咪咩事，係咪有咩唔開心？點解嘅？Hello，歡迎大家翻到嚟 The Melodies Club。好，咁今集呢，我哋就會講下，有可能好多朋友同我哋一樣啦，即係喺英國生活咗幾年啦。咁生活咗一段時間之後呢，唔知你哋又會唔會有一啲生活習慣或者行為，或者可能心理上有啲變化係唔同咗嘅呢？覺得自己係被英化咗或者被西化咗嘅呢？可能講下喺職場上邊或者生活上邊有啲咩唔一樣啦。我哋嚟咗之後，如果生活嘅話，其實好多嘅，尤其是啲好濕碎嘅嘢啦。有陣時好多時候自己 pick up 咗啲 habit，其實唔係好為意，到可能有人 mention 啊，或者係突然間自己諗起，咦，如果喺香港唔係咁樣嘅話，或者係到自己翻香港嘅時候就發覺，有啲嘢潛意識你係想做，但係發覺嗰個 setting 好似唔好一樣，所以冇做到啦。跟住其中一樣嘢就係推門。如果我喺街上面行嘅話，有門咧，我推門嘅時候咧，我而家係會永遠都會望下後面有冇人先。你哋有冇咁樣做？因為我一嚟到嘅時候咧，我係好多人都咁樣做，我就嗰陣時覺得受寵若驚，即係覺得哇好 gentleman 啊，或者係其實唔係一定要男仔啦，女仔都係咁樣做嘅。跟住慢慢地咧，因為備隊有得咁多，好多人都等過門咧，所以我就開始會等其他人門，就係每一次推門嘅時候都會望下後面有冇人咯。我覺得係啊，呢個好大嘅分別，因為如果同香港比咧，因為香港我哋係我哋即係好趕時間嘅時候咧，如果你過啲商場門咧，其實你係攝入去噶嘛。呢度係咧，我屋企樓下係兩棟門啦，即係要拍卡入去兩棟門啦。即係第一棟門同第二棟門嘅距離都好遠嘅，但係咧第一棟門咧，佢有啲人會幫我推到我行到第二棟門，我都有啲唔好意思，覺得推上咗成分鐘我先至行到過去。有啲尷尬。係有啲尷尬，係，但係呢件事其實係好好嘅，我覺得，的確係。唔知係咪 hygiene 嘅 concept 喺香港，我覺得比較多係大家都唔想掂到個門咯，然之後大家係攝到門入去咧，就完全係唔同嘅。真係喎，呢個可能其實係 hygiene 嘅 concern right？呢度冇乜 concern，所以結論係。我覺得係啊，即係呢個文化好唔一樣，即係呢度係你會見到歐洲人咧係自己嘅背囊或者係名牌包包都好啦，都會放喺個地下度。然後即係我喺香港有好多嗰啲覺得同細菌嘅幻想嗰啲畫面，就係話有啲人係攣完鼻屎定唔知咩，成地都好污糟。即係你唔會咁放個袋落去，可能你放個袋落去一個地方，可能你都要揾嘢墊住先噶嘛。呢度係勁 casual，即係喺 tube 度咧大家一坐低其實都會放個袋喺個地下，即係喺嗰張凳嘅攝咗入去嗰個下邊個位，唔會阻住人哋。我想問呢樣嘢，你哋大家有冇被 westernise 到？因為我自己就冇嘅，我係堅決，唔係除非係嗰啲 travel bag 咯，但係如果手袋就堅決唔會放地下咯。我有就是這方面的，就是可能會比較就不太一樣，但是就是比如說地鐵高峰期的時候，就是有的時候人很多，然後大家上地鐵就會把那個背包啊或者幹嘛的拖下來，對，拖下來。對，然後我也是，我以前是不理解的，然後後面有一次坐地鐵，就是感覺 peer pressure 了。對，就是走進去，然後因為很擠嘛，大家都把自己的包弄下來，我就是不想弄下來啊，但是我感覺旁邊人的眼光就有一點就這樣上下打量你，掃描你，judge 你，說怎麼不把你的愛士的包放下來，想說哎沒辦法，我也把我的背包放下來。我覺得這個算是比較英化的一點，因為我不是在國內坐公交啊或者坐地鐵有這個習慣的。social 同埋工作嘅都有咧，就係你哋見面嘅時候咧點樣 greet 人哋咧？因為如果你話講到 westernise 咧，我覺得我就已經慣咗喺呢度見 friend 咧係會攬嘅，但係始終呢一個 culture 咧未喺 Asian， 即係就算喺呢度嘅 Asian friend 咧，我就睇下熟唔熟啦。如果係熟嘅話都會攬嘅，唔熟嘅話咧，我有陣時就會其實我想攬佢，但係我費事，我驚人哋會未必係咁 welcome 呢啲 physical touch 啦，咁我就會控制自己唔好攬。但係咧我呢樣嘢係覺得係好嘅，因為如果有陣時見 friend 攬咗之後咧，我會覺得好似個 barrier 會 break 咗先，即係突然間 close 咗，跟住之後係咯去 spend 呢個 day 咁樣咯。你哋覺得咧？有冇呢個感覺？我覺得係要睇你熟嘅程度嘅，即係我當係 business setting 入邊咧，通常我哋見嘅客咧，第一
輪咧，第一次見佢全身咧就握手嘅，然後去到第二次見咧，或者係第一次見完之後講再見嗰陣時咧，可能就有機會會就會攬咯，係啊，睇下熟嘅程度啦，講到係啊，然後第二次見就會開始會黑咯，亦都睇邊個國家嘅。咁譬如如果我以前有啲法國同事，其實就即係會錫面啦，係啊，但係3下法國錫定2下？2下好似係啊，左右咁樣係咯，咁係咯，睇呢個都係嚟到都幾新鮮啊，係啊，你咁樣講我就而家的確係會習慣咗 hug 呢件事。如果翻到香港，我諗我好似都真係冇喎，呢件事有少 awkward。係我會覺得有啲。我係想嘅，即係我係想攬下佢，可唔可以俾我攬下？佢可能會覺得我係咪咩事，係咪有咩唔開心？點解嘅？生活上還有一個比較大的點，就是飲食啊、喝啊什麼的比較英化的。喝奶茶我覺得有變化，就是我來了英國之後才第一次接觸到，就是他們這邊奶茶就是 literally 奶加茶，就是茶加奶，而且最好的話是一定要先放茶包，然後再倒熱水，然後再加奶進去。對，然後想吃糖的話就再加糖。如果你要是那個順序倒過來的話，就很多英國人很接受不了，就像對意大利人，調過來就是你先放奶，然後再放什麼茶包，然後再放熱水這樣子。但沒有人這麼做吧？我有聽過。但如果你這麼做的話，對英國人來講，就相當於你在意大利人面前，就是在披薩上面放菠蘿那種感覺，就是很挑釁他們這樣。對，然後我這個習慣也是，我覺得是有被英化，因為我就是回家之後都會買那個茶包，然後就是倒熱水，然後再加奶這樣子。就是 I mean，就是內地點奶茶這麼方便的地方，但是我都還是會想要喝這個東西，就變成我的 comfort drink。我覺得我沒有喝奶茶，就我不加奶，但是我還是會喝很多茶，在這邊就是一個很習慣的東西。而且我覺得主要因為英國的水太難喝了，你必須得喝點有味兒的。我覺得茶是這樣，太難喝。我覺得係太凍，天氣好凍，即係如果有朋友嚟你屋企啊，或者係即係你都會沖杯茶一齊飲，即係慢慢傾下偈。哦，對，我覺得英國人待客，他就是會給茶喝，然後再加個小餅乾這樣子。對。咁但係講開飲食咧，我自己就覺得嚟到英國最唔同咧，就係煮多咗好多飯。因為咧，首先就係我覺得所有嘢都比較貴啦，英國即係物價係偏貴少少嘅。咁雖然 mindset 上我都覺得已經準備咗，就係譬如飲杯奶茶就係都冇4磅噶啦，而家可能都要5磅至6磅啦。買咗係6磅，但可能你比較揀啲 premium 少少，即係我哋講珍珠奶茶呢類 drink 啦，咁同埋可能真係求其買個小食，即係可能譬如香港比較多街邊嘢食，但係呢度基本消費係，即係物價比較貴，咁所以同埋你一去餐廳食飯咧，唔單止係嘢食，即係同埋你坐個餐廳各種費，即係個空間個錢啦，亦都係人工，即係有人 serve 你啊，咁所以即係佢基本上都有 service charge， 所以至少10幾磅。係咯，最平都係10幾磅。10幾磅，但係就係可能譬如睇下你飲唔飲嘢，咁你可能求其飲杯嘢有個 starter 咧，可能出去食個飯都20磅。所以嚟到英國之後，我諗係同香港最唔同就係煮多咗好多飯，因為出去食飯就相對比較貴。喺超市係啦，超市買嘢嗰個 option， 即係不論係你Western 嘅普通 supermarket， 佢會比較多係啲好簡單嘅 oven 已經 prep 咗醃咗嘅嘢，咁你可能就係好簡單咧，就咁擺入 oven。咁但係當然你如果想 fresh 啲咁，自己醃肉啊都有呢啲 option。嘅，咁但係去到可能亞洲超市咧，都會多啲，譬如你自己整湯，咁可能有多啲湯包，即係比較簡單化，你可以好容易整到一啲都好食嘅嘢咯。咁就所以 train 到煮嘢食。我覺得另一樣嘢咧，即係講食嘢咧，就係我係夏天，即係我以前喺香港係絕對唔會就咁買個沙律食㗎，但係而家係會咯。我唔知你哋會唔會係一樣，即係食多咗好多沙律咯，我會。沙律都 lunch 食三文治。夏天係三文治係啊，唔到，即係大家最熟悉嘅 meal deal。係啊，因為呢一集咧，我哋除咗講 pick up 到嘅 habit， 另外仲有 pick up 唔到嘅 habit。我其中一個人 pick up 唔到嘅 habit 就係就咁食三文治一餐。我覺得太凍啊，好凍啦，同埋好多人都係就咁食三文治就係晚餐，同埋對我嚟講晚餐仲係好重要嘅。即係我覺得晏晝可以唔食或者可以簡單啲，但係晚餐翻完一日工，我覺得要慰勞下自己。所以
等下先，但係呢度好多人都係晚餐食得好 light 㗎。係啊，係啊，但我都中意晚我就係唔得咯餐食飽少少。咁得啊，end of the day。亞洲人始終都係中意 hot meal 多啲嘅。係啊，即係呢度就如果你係已經被英化咗、西化咗咧，其實你可能會食多咗好多即係唔熱嘅嘢食。係啊，尤其現在天很冷啊，我真係沒有辦法接受吃那個冷的東西，然後喝冷的飲料，不行。我覺得熱的食物跟那個進門拖鞋是我永遠沒有辦法被西化，沒有辦法被改變的。我覺得沒有一個 authentic 亞洲人，他可以接受別人就是穿着外面的鞋，然後走來走去，然後襪子在地下踩了，然後上床這樣子。我覺得這真的不行。我仲要係之前可能去一個即係本地朋友屋企，即係佢哋有 party 啦，佢就即係因為佢哋都係唔使剝鞋就入屋噶嘛，但係嗰陣時大家飲緊酒又夜媽媽醉醉地咁樣咧，啲酒可能會唔小心灑到地下，即係 imagine 你屋企嘅地下就有人要係地氈嗱，唔係嗰個好似唔係地氈地嚟嘅，OK，即係冇咁誇張，即係唔小心灑啲酒，可能啤酒或者 whatever 啦，就落地，然之後踩嚟踩去，踩嚟踩去，之後大家都有啲黑色㗎。咁但係可能就因為咁，所以個 host 都冇要求大家要除鞋，因為諗下，如果都係唔小心灑，咁你可能就係你個腳就直接掂到啲污糟嘅嘢，可能仲衰。但係唔緊要，第日佢會清翻嘅，所以大家 mindset 有啲唔同。你咁，我想問你哋，如果請 friend 嚟屋企，會唔會尷尬咧？叫佢哋除鞋？我唔會喎，覺得必須的。呢個我都係，我都冇覺得咁。同埋呢度咧，我覺得啲人都幾 respect 你嘅 culture 嘅。係啊。所以你就真係好開宗明義就話please take off your shoes，或者佢見到你個 shoe rack 嘅話，你都 kind of 都會可以 read the room 嘅。我覺得應該都 OK，因為就算去睇樓嘅話咧，即租屋睇樓嗰啲咧，其實啲 agent 有陣時都會特別同你講，即係只要嗰個 landlord 或者係業主個業主有同佢哋講話，叫佢哋入屋要除鞋嘅話，或者本身已經有個 existing tenant 喺嗰度住緊，需要佢除鞋嘅話，其實大家都會 respect 呢一樣嘢嘅。係係。同埋我諗，我之前住 house 嘅時候，可能有時有啲屋企嘢要維修，啲handyman 過嚟整嘢啦。佢哋都有個 cultural aware，就係會問啊，使唔使要摸鞋？但係因為佢哋就直情係自己 prep 咗有個鞋套，即係出出入入咁樣，所以係啊，我諗大家即係可能 London 同一個唔係呢個，仲有另一個，嗰個佢整嘢嘅時候，我唔喺度，所以我唔知。OK。呢個係少數啊，即係大唔係我以為係行頭。咁啱我遇到嘅都好 sweet 啦，係咯。呢個我有分享下有趣嘅事件，就係嗰陣時我爸媽嚟嘅時，因為我爸媽唔係 base 呢度嘅，但係佢哋 host 一啲鄰居去我哋即係間屋嘅時候咧，佢哋係會有啲擔心，就覺得啊，可唔可以叫人哋除鞋好咧？因為佢哋係比較大年紀，因為我就同佢哋分享，我就話唔緊要啦，你可以直接同佢哋叫佢哋講除鞋，佢哋會明白個 culture，但係佢哋就會覺得會唔會嗰個age difference 有啲分別，因為當然我哋嘅鄰居就會係比較大年紀啲，佢就覺得同我哋啲比較年輕嘅 friend 有少少唔一樣，跟所以佢哋嘅方法就係喺淘寶嗰度買咗一部機咧，係可以你可以踩隻鞋，因為佢可能有啲人咧係因為點解咧？自動貼嗰個保護套因落去。為咧佢哋驚有啲人可能啲外國人咧，你除鞋嘅時候驚腳臭啊，或者佢即係唔係哇呢個好諗好多係咪？係啊，重要，即係或者佢有香港腳。係就係香港腳，或者隻襪穿咗窿㗎，嗰日隻襪冇 prepare 到，可能着咗唔同色啊，佢又驚人哋尷尬，所以就專登買一部機咧，去俾人哋套隻鞋上入去一個膜咯。咁其實最尾冇用到，所以我嗰陣時我聽到之後我就覺得好笑咯，就想知道。我覺得這個是最好的，就是你不要強求別人，你自己想辦法達成自己的目的。係啊，所以大家如果需要嘅話，淘寶係有呢啲機嘅。但係我哋頭先有講到咧，而家喺呢度即係其實喺英國嘅生活都要自己買餸啊，因為出街食飯好貴啊。我覺得其中一樣我有被英化到嘅嘢咧，就係我開始接受到呢度百物騰貴嘅呢個事實，即係唔再我之前一開始嚟到嘅時候咧，係好經常性係會將嗰個物價同香港去比，即係呢杯奶茶咁貴嘅，或者係出去食餐飯咁貴嘅，都係一直在換。然後而家就已經冇呢個習慣，即係接受咗呢件事，就反而係即係可能有朋友過嚟，屋企人過嚟探我哋嘅時候咧，然後佢哋覺得好震驚啊！點解呢度一杯奶茶或者出去食餐好普通嘅飯都要呢個價錢嘅？就嗰一刻我會就覺得
我好似被同化咗咯，原來。但呢個咧，我又覺得可能倫敦嘅人同倫敦以外嘅英國人咧，都有少少呢個價錢上，即係嗰個對物價嗰個 concept 有啲唔同。即係譬如我後尾聽個朋友講話，原來可能喺曼城嘅華人超市食飯咧，譬如白飯係附送嘅，但係原來咧喺 London 食飯咧，即係你加個白飯係要3磅左右啦一碗，即係所以我諗都可能大家睇價錢嘅時候都可能睇大家住個 region 啦，即係如果係一個唔係倫敦人入到嚟 London 都會有一個 shocking 嘅 moment 嘅，所以有少少唔同。我就是會反向，就是我首先是不換算的嘛，以前就是會乘10嘛，最簡單就是乘人民幣就是乘10，所有東西就放大10倍，你真的覺得很誇張。就一個生菜1磅，但是人民幣就是10磅，我就接受不到。但是現在就培養了另外一個壞習慣，就是回國之後我會把那個人民幣的錢換算成英鎊。我也是。然後我一去超市，對呀，而且我以前，對呀，而且我以前上大學的時候。幾十 P 就飲到有食到魚串魚蛋。對呀，而且我以前上大學的時候在香港嘛，我就覺得去吃一頓飯100港幣，我上大學的時候我已經覺得對我來講是很高很超前的消費了。我就給我大學同學，我們畢業之後就考到北京、上海大城市的同學，我給他們留言，我說你們那邊吃飯一頓也是要100港幣嘛？但來了英國就覺得100港幣好便宜啊，這是一頓飯。但現在就是回國之後，我要超市買這個買那個，我就說，哎呀媽，你看這個換成英鎊才多少錢？我媽說你瘋了。不能這麼換的，因為你在哪？你現在太原，你要用這個人民幣太原的 currency 去看待物價，不要拿你們倫敦的那個物價去看待太原的東西。呢個我又講，我唔知大家有冇同感，就係雖然英國物價好貴，但係因為佢嗰個 currency 比較少啲，我一開始嚟到嘅時候，我反而覺得，咦，點解啲嘢咁平嘅？這個數字小，絕對數字小，即係你唔嗰啲錢係咪唔係你嘅錢啊？比較難有共鳴啊。對，這個有點難。因為呢個都係同你自己嘅 bank account 入邊啲錢嚟嘅。唔係，但係我就會失咗預算咯。唔係嗰陣時我已經開始做嘢㗎啦，所以係我啲錢嚟嘅。但係我就覺得2磅好平，跟住我就發覺，咦，又好快使晒，原來。但係我諗都嚟咗之後咧，可能大家個 salary 都有某程度上嘅打折，因為可能又要俾稅，有好多唔同嘅 fee 啊、council tax 咁，所以即係個金錢嗰個 concept 真係轉變咗好多。除咗稅之外，頭先我哋啱啱傾嘅時候都有講到啲 fee 咧，可能有時有啲 bills 咧。呢個我同屋企人傾嘅時候，大家都有啲 shock，因為我最近開始自己交屋企啲 bills 啦，跟住我發現原來咧電費同埋 heat 嗰啲 fee 啦，原來我冇用嗰啲。exactly 嗰啲電或者個 heat 咧，其實都會收緊每日有個 average 嘅 service charge。點解咧？因為係要我嚟 maintain 嗰啲service 嗰啲 facility 嘅即係 maintenance fee 啦。咁但係呢件事我同媽咪講或者屋企人講，佢就話有咩可能啊？你係咪俾人呃啊？但係我發現喺呢度係好 common，即係我覺得英國都係有樣嘢就係好 appreciate 大家即係所有嘅 effort 都係要錢，nothing is free 咁所以可能同埋譬如我哋。而家喺英國，即係所有譬如喺個街你行落去個 council 點解咁乾淨？點解有垃圾桶有人收垃圾？都係因為我哋有俾 council tax 咯。所以香港係咪冇 council tax 呢件事？政府嗰個營運個 running 入面包咗，係咯，即係所有其他 tax，譬如個人 income tax 或者公司 tax 所有嘢包晒，即係個政府 operation 嘅 cost 咯。所以真係好唔同，同埋都真係好幸福，因為譬如喺香港，譬如水係水務局係政府噶嘛，咁所以其實水係平到不得之了，再加上有東江水，呢度啲水係你係咪未交啊？其實係我好似交緊45磅一個月咯，未嚟啊！即係同埋係一年交2次嘅，好似半年俾一次嘅。45磅一個月，我都唔知點解咁貴。你沖幾多次涼嗰日？唔係，我都唔知。可能係多一啲浸浴嘅習慣。我睇啲比較喺英國。我睇到嗰張單之後，我哋開始勁 frugal，即係用水嗰方面。但係譬如 radiator 都要用水嘅，因為要用熱水 run。咁呢個就種嘅嘢每個 flat 唔同啊，每個 flat 唔同啊。係啊。所以做呢度仲未接受到價錢。其中一個被英化嘅嘢，你變咗好似英國吐槽大會。被英化嘅就係呢要求唔好咁高咯，即係因為對別人嘅要求唔好咁高。係啊，因為譬如話頭先講到話 council tax 嗰啲嘢咧，你話佢係咪真係做得特別好咧？有啲嘢或者啲 maintenance 係咪做得特別快咧？就未必嘅。例如咧，今個禮拜啱啱先發生就係我 tube station 嗰條電梯壞咗唔知幾耐，佢先整好嘅。所以但係你就已經開始慢慢看淡咗呢件事，即係你唔會一開始就覺得
有冇搞錯？真係會嬲。我一開始嚟到嘅時候會嬲，就覺得有冇搞錯？即係整條電燈係整咁耐。但係慢慢你就變咗同化咗，就覺得算啦，嬲嚟都冇用啦，不如放寬心好喎。我這個在中文網上有一個很流行的話叫看似在笑，實則是沒招啦。其實我覺得這跟英化沒有關係，不是那麼大，就是放棄了，就是覺得要求高也沒有用。對，就一開始來的時候還會生氣，就是你知道，就如果你係已經同化咗呢件事，你唔再嬲咧，即係證明你都真係應化咗，我覺得。被馴服啦，已經是。對，就最近我又打去呢個政府嘅機構度啦，然後咧即係呢個真係冇得比同亞洲嘅文化，我係等咗個半鐘，即係嗰個電話即係你撳咗嗰啲123之後咧，就等咗個半鐘，佢真係一直響，我都好驚佢收線，因為收線我要再打過。但係我覺得我嘅 expectation 咧就係首先嗰個半鐘咧我做咗好多自己嘢嘅，即係我只係真係擺部電話喺嗰度聽住嗰啲音樂嘅啫，然後仲有斟茶啊、食個早餐啊、做緊自己嘢啊，然後就慢慢等嗰個半鐘咯。呢件事唔會發生啊，喺即係我當我喺香港嘅時候，其實政府部門可能5分鐘、15分鐘點都 pick up 你電話啦，銀行係更加快啦。即係呢度。我覺得還有這樣，我就想起來，就是看病也是這樣的，就是我覺得英化的一點就是你學會自己照顧自己了。換句話說就是死不了的話就先硬撐着，因為就是一般來講的話是你要不然就約 GP 嘛，然後但約 GP 一般上我前2天約了，我想要看一下皮膚，然後最早的 appointment 是10天之後，對，然後那有沒有可能那個時候我已經好了呢？然後你弄完你見了 GP 之後，你還要再去拿藥，然後拿藥的話藥房要等個2到3天左右。不然的話，你就是比如說你 cut your finger 幹嘛的，你就要去 AE 去那個醫院的急診部門。可是那個急診部門就是你也要等 forever，就是至少3個小時起步。就是如果你流血，可能已經流到就是沒有了，流得乾了，然後才能輪到你。然後你看完之後，你還要再去做檢查，檢查又要排一個新的隊。所以就是我覺得英化這一點就是醫療這方面，就是只要死不了的話，就自己先憋着吧。我覺得英化咗呢個關於睇病呢件事，我都有呢個經驗，就係可能大家每間GP 啦嗰個clinic 有少少唔同嘅。我睇嗰間 clinic 就係佢有條快隊，就係可以睇即日嘅，但係你要朝早8點鐘打電話去搶嘅。咁佢可以幫你即日安排 appointment。但係咧，你唔好以為可以見到醫生咁容易，因為我諗係 Covid 後佢哋開始有新招，就係咧，如果你真係有病，你諗下你可唔可以用英文形容到你嘅病？因為本身你見醫生，你當面你仲可以有少少 body language，但係咧，如果你係啲小病，佢會初步即係個 reception 同你 make appointment 會初步了解你咩病，然之後會 mark 低佢。咁到咗嗰個時間咧，你就唔需要 clinic 嘅，佢你等個醫生打電話嚟，就口頭同你問下診，咁睇下即係我諗係除非比較大病，或者可能係專登 book 個 appointment 係比較嚴重少少，可能1個禮拜後或者10日後嘅病咯。咁所以呢度都係學識。要有一個 ability 就係一係你就係死唔去，咁你就由佢自己好啦。因為其實呢度睇醫生都係即係可能啲服務真係冇香港或者亞洲咁 straightforward，因為你睇完醫生就係睇醫生㗎咋，即係開藥俾你，但係唔包你買藥啊。咁你要另外病嘅時候，可能譬如你發燒啦，你嗰日就晏晝或者第2日先可以去pharmacy 度拎藥嘅。咁但係好彩佢至少會通知 pharmacy，即係呢度都唔使太多嘢做嘅。咁所以就要有英文，即係英文夠好，你可以英文 communicate 到同醫生講你咩病，同埋分開領藥。呢個咧我就要幫呢個 NHS 去又唔係澄清一下嘅。不過咧，我 so far 聽到嘅例子咧，或者係朋友經歷過嘅例子，就係佢哋嗰個 urgency 嗰個 priority 咧，係真係你要有死亡嘅威脅。咁佢先就會即刻去處理你個事件啦，所以咧，你話對呢個生命嘅威脅咧，你就應該唔會死咗冇人理嘅，即係呢個就佢哋有佢哋嘅 system 去 prioritize 啊，不過小病佢就真係唔會 entertain 你咯。都係啊，因為我有一次去 A&E 咧。我好似係我胃唔舒服，然後咧，但係我見到咧，即係我要等，當然我就係嗰啲飛緊急，我要等好耐嗰啲啦。然後由凌晨等到朝早天光嗰啲啦。但係我見到入嚟嗰啲人咧，真係就嚟斷氣啊！我都覺得自己，咦，我咪嚟錯咗咧呢件事。但係我都需要照一照個胃。但係 anyways，我覺得另一樣嘢咧係同亞洲文化好唔一樣咧，就係呢度你係需要知道多啲藥嘅名㗎。即係譬如你可唔可以食盤尼西林啊，或者係啲你自己去買好多成藥咧，你都要知道嗰個藥嘅名。你喺香港即係嗰啲醫生開俾你嗰啲藥咧，係即
即係其實你唔知入邊係咩嚟㗎嘛，我覺 function 得咯，即係佢係啊講 function。係啊，仲要嗰個係止咳嘅，嗰個係收鼻水嘅，但係呢度係你要知道邊一隻藥咯。佢好多時係會問埋，即係同你直接講埋個藥名出嚟。因為講開公帑嘅嘢咧，呢個我有一個有趣小故事可以分享下，就係因為係英國人做嘢同埋講嘢都係好慢嘅，即係就算公帑嘅，即係可能頭先阿 K 講話。電話嗰個咧，可能你等咗個半鐘電話之後，佢仲要第一句問你 How are you 啊，同你吹幾句水啊，話個天氣點樣，跟住之後先再入正題啦。跟住我嗰陣時已經喺倫敦住咗幾年㗎啦，我好記得我翻香港攞身份證。咁你知道香港嘅政府部門咧，嗰啲人都講嘢都比較倔啲嘅，即係佢始終唔係服務性行業，所以真係佢會好快啊。我記得我有一個 conversation，可能我一去到嘅時候我就話哦 hello，佢話名。即係佢咧所有嘢都係名，好，跟住我就話吓？點解你咁慢吞吞咗住你嚿書？跟住我哥咧嗰時係全程喺我側邊望住我個 conversation， 我係好似叻咗機咁樣，即係我係 keep up 唔到佢個 speed 啦。跟住之後完咗個，即係好幾經辛苦之後，我哥就話：你好英國人啊，你好似撈唔到機啊！我就佢講嘢好快，因為通常呢度講嘢啲人係會慢啲噶嘛。係，同埋我覺得其中一樣嘢咧，即係講工作上又係嘅，即係其實好少英國人一開口會同你即係直接直入正題，通常係起碼寒暄3句以上。你最近點啊？你今日天氣點啊？即係嗰啲，然後先至會開始今日正式嗰個話題。係啊，所以呢件事同亞洲又真係好唔一樣。頭先你講到話唔會直入正題啦。如果你講到做嘢嘅話 ，email 咧 ，email 會唔會都係講嘢比較婉轉啲？絕對會啊！喺呢度我當係如果你係英國同事啦，你肯定唔會即刻開始就講話喂嗰份嘢你做完未啊？幾時有？好似我驚人哋覺得 rude 咯。我覺得整體嚟講，佢哋 work culture 裏邊都會係好有禮貌，或者係過度有禮貌有陣時。Just checking 得，或者係係佢哋唔好，或者就算係 aggressive 真係 passive aggressive 嗰件事。我覺得可能相關嘅就係佢哋有時香港比較多喺工作上面，如果有一個 deadline 咧，係老闆或者同事之間 email 即係會寫得清清楚楚，但係呢度好似係可能好似你咁講 passive aggressive， 佢哋唔敢寫一個明確嘅 deadline，除非嗰件事真係好 exactly， 即係佢哋情願之後差唔多到佢嘅 deadline， 佢再 send 一個 email 出嚟，最到時可能再講話it would be great if you can return by， 即係佢哋就盡量可能第一個 email 如果寫到咁 cold 咧，即係成件事可能大家見到會更加未必好想幫你做咯。即係呢度做嘢比較講，即係你要令人哋舒服，人哋先至會幫你咯。即係而唔係好似香港咁，我叫得你做你就要做㗎啦，你唔做你就即係小心俾説話你老細聽咁樣咯。或者呢度啲人唔係好注重 efficiency 咯，佢注重 emotional 同埋 value 係點樣咯，rather than go efficiency。對，我覺得就是這邊他會，如果不是特別就是 hardcore，就是很硬核的東西的話，我感覺他們還挺在意就是跟這個人交往的感受的，就是你這個人的 vibe 怎麼樣，你讓我覺得你怎麼樣。如果你 likable 的話，換句話說，就是讓人覺得比較沒有那麼的，因為我們就是很喜歡效率很高的人嘛，但是可能這個對於他們來講就會有一點，就是你效率這麼高，我怎麼辦？所以他就也會傾向於就是找就是自己工作比較能同頻的節奏能一樣的人，所以就是會寒暄啊，會客氣，然後比較有能力的時候，適當的隱藏自己的能力，感覺可能也挺重要的。所以同化亦都係唔好咁，即係唔好咁 perfect 咯。希望啲嘢，即係諗翻去頭先講嘅就係 expectation 冇咁高。同化就係可能 enjoy 個 process。多啲 rather than 個結果，因為結果其實佢100分，佢唔 enjoy 同你一齊 work 嗰個過程啊，佢冇咁 impress 嘅。咁我哋都講咗好多關於英化西化嘅嘢，唔知大家又中咗幾多個咧？同我哋有冇共鳴咧？或者我哋其實頭先就講咗關於工作上有好多同英國人交流嘅時候，我諗其中一樣可能大家都每一日都會做嘅就係 small talk。我覺得我哋揾一集可以講下傾下呢一個話題。多謝晒大家收睇。下一集再見，拜拜。